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37章第1節至29節，主題係開始建造聖幕，聖幕內的聖物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37章記載，比撒列開始製造放喺會幕裏面嘅聖物器具，包括約櫃、擺放陳設餅嘅桌子、金燈台同香壇。比撒列用皂莢木做咗一個約櫃出嚟，將2個基路伯放喺約櫃上蓋。約櫃嘅內外都包住純金。比撒列又做咗2條槓，穿喺約櫃嘅4個角嘅金環裏面，目的係方便祭司抬運約櫃。另外，比撒列亦用皂莢木做咗一個用嚟擺放陳設餅嘅台，台係用包金製造，配上金環同金槓，同樣目的都係方便搬運。至於金燈台方面，比撒列用咗1塊精金，錘出一個燈台出嚟，燈台嘅主幹伸出6條分支，左右每邊3支。最後，比撒列亦用皂莢木做咗一個香壇出嚟，香壇包着純金，配上金牙邊同金環，同樣方便搬運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37章記載，會幕內嘅每種器具都係用純金製造，象徵上主嘅神聖同尊貴。咁你對上主嘅敬拜態度係點樣呢？另外，會幕裏面嘅每件器具點樣影響你對敬拜嘅理解呢？